早晨，今日又係美好的一天，一齊用呼吸同埋冥想打開呢一日啦。口吸口呼，將空氣大口大口咁樣送落下腹，個肚係要脹出嚟嘅。呼氣嘅時候，口都要 keep 住張開。整個一呼一吸係循環嘅，唔會停頓嘅。呼氣嘅時候，輕輕放走佢就可以啦，唔需要特別用力。做得好好啊，加油！專注喺吸氣上面，放空你嘅頭腦。如果你覺得好難吸氣去到下腹，可以試下瞓低，會比較容易。而家你可能會出現有啲頭暈、有啲口乾、會打喊路嘅情況，都係正常㗎。我哋一齊堅持落去，加油！如果你能夠每日都打卡嘅話，相信1個月後你會感覺自己精神咗、開心咗、內心平靜咗。如果想自己更專注啲，可以試下合埋眼，將所有嘅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。感受每一口嘅呼吸係點樣通過口去到喉嚨、心口落到下腹，然後再喺下面上返嚟呼出去。做得非常好啊！仲有1分鐘就完成啦。
我哋完成啦，做得好好啊！接落嚟繼續合埋眼，直接進入10分鐘嘅冥想部分。放鬆整個人，感受一下頭先呼吸所帶畀你嘅能量喺你嘅身體裏面繼續流動。今日我充滿力量，準備好迎接一切。我歡迎美好嘅人同事走入我嘅生命。我一直被陽光同好運包圍。今日嘅我比昨天更有力量。我享受人生嘅每一刻。今日我會輕鬆完成所有嘅事項。我有能力創造我想要嘅生活。我允許自己慢慢嚟。今日我願意嘗試新嘅可能。我對自己非常之滿意。我有能力吸引正向嘅關係同機會。我有力量同勇氣面對一切事情。我專注於自己嘅生活節奏。我接納所有嘅情緒。我允許自己犯錯，亦都允許自己重新開始。我放下控制慾，允許一切自然發生。我擁有自我修復、療癒自己嘅能力。我感恩生命中所有嘅相遇，與世界溫柔相處。我選擇用微笑面對今日嘅一切。今日我選擇看見美好嘅一切。今日嘅我充滿創造力。我對自己嘅愛勝過一切。我釋放過去嘅遺憾，擁抱此刻嘅圓滿。我擁有足夠嘅時間做好每一件事。清晨嘅寧靜屬於我，我與自己深度連接。今日靈感會源源不斷咁樣湧向我。我信任每一步都係最好嘅安排。我值得被溫柔對待。今日金錢會以驚喜嘅方式靠近我。我放低過去嘅遺憾，淨係睇前方嘅路。我感恩呢個安全舒適嘅居所。我感恩身邊所有美好嘅人事物。我放下對結果嘅執着，享受創造嘅樂趣。我嘅直覺清晰，會指引我做出最佳嘅選擇。我只需要做自己就足夠啦。
我對自己嘅包容又比琴日多咗一啲啦。我感恩自己仲活着，能夠感受呢一切。我嘅磁場明亮、純正，充滿吸引力。今日係全新嘅開始，我已經準備好啦。今日注定係被溫柔同幸運填滿嘅一天。我超級無敵愛自己，愛我所創造嘅世界。接下來嘅5分鐘，請你繼續靜心。
我哋完成啦，影片到呢度結束，一齊開始我哋美好嘅一天啦！